完底之後啱時機就入去啊！女 Sir 幫手幫曱甴。哇！講緊咗佢。起啊！睇勢！good ball！喂，攞翻對手啊！防守！防守對手啊！防守對手！防守對手 ，check 定佢。阿明啊，要呢啲波啊，你做到嘅，你自己又係做唔到。睇勢！嚟，腳踭冚，俾阿明。女 Sir， 女 Sir， 阿明再嚟，阿明再嚟。阿明 good ball 回咗先，阿明 good ball 回咗先。驚咩啊？打翻放啲阿明。good ball。喂，防守對手啊！阿勇睇住低手波，阿勇睇住低手波。
明自己。Yes， 阿明，你可以㗎，你驚啲咩啫？阿明你可以嘅，乜好驚啫？喂，精神啊！守翻球咧，守多一球。精神啊！喂，防守對手，對手去咗邊？精神啊！守一球，精神啊！睇住低手。OK 啊 OK， 裁判判咗，舉手，靚仔，下球。哇！高晒頸，應該2分鐘。高晒頸，阿亮，快！唔係啊，個波左自由啊，冇搞咁多嘢啊，個波左自由啊。總之你交。阿明交完兜翻上嚟，喺我打隻手啊！唔係，你喺呢邊，咁你咪係你打隻手抽翻上嚟，入住阿明喺後面幫佢手成，佢自己都唔敢亂打㗎，佢一係就間面落威佢哋，都得，兩個就係樣佢都得，佢就係手大啲㗎。會用上出嚟添。好嘅，慢波。守埋呢球，官府啊，女神守埋呢球。我明呢啲就啱啦，係咪？阿蘇顧馬蘇啦，蘇企。唔得㗎，阿蘇。我唔會同你㗎啦。阿明有咩腰？阿明有咩腰？你同阿倫調。阿倫啊，好大位啊，倫，好大位，準備射啦，位大到咁準備。係啊。上邊呢度揸住側邊。喂，精神啊！
攞隻手出嚟啊，斌仔！斌仔舉手，企定，腳仔爆啊！企定，斌仔企定。子彈翻後。咩啊？掃咗佢第二態度。喂，精神啊！佢呢個聲打出嚟主胎㗎，佢呢個聲打出嚟佢係俾波佢㗎。接上阿勇，阿勇我叫你點？阿斌啊，阿斌拖，掂晒波先，兩邊掂晒波先，係啦，掂晒波俾埋阿倫，回啊明，唔好諗啊 ，check 停佢。走晒，二傳，冚上去。喂，補波啊！6分下球。我哪要啊？兩頭波啊！
又係贏啦，好啊！我们家3.8分到分你啊！哎，我按那个我带着你，我直接。阿亮上嗰邊。唔係上咗佢先啦，上咗佢先。按他自己中锋的时候，就是不行啊，他也没讲，他说他打到。嚟啊！好，加油加油！我哋個阿明入得佢成功做咩事啫？你又唔係唔收你？走一球！快防守舉手！舉手啊防守！醒未啊？快點！出步！上啊！大家！喂，做翻頭靚嘅進攻啊！你自己做到又唔做，good 啦！東張
守埋佢，防守精神。呢度，我喺度。佢行出嚟先，唔好急，佢肯行出嚟先，我喺度，係啦，佢肯行出嚟先 ，ready， 做定 ready 所有狀態。Yes， 分分鐘過。好，有。喂，精神啊，防守！睇住佢有聲打波啊！舉手！李紅陽，精神啊！係啊，掃佢咯噃！好，防守緊要，防守緊要，舉手，防守緊要，幫我分分啊！舉手啊！13射，守好 ，OK 啊！兩仔唔好急啊！好啊，而家好啊！兩仔好啊！喂，你想投夠啦？羅倫，等佢出嚟先，女神，全世界睇唔到你，我睇住你，全世界睇唔到你，我睇住你。你就插翻入去就得㗎，佢而家根本可以打佢哋。佢插翻入去一舉手就有，彈地波佢唔晒，好冇？睇住10分。家姐你打唔到咩兩場？邊啲啊？喂，我哋個分分壓落去俾阿倫，壓落去俾阿倫。